祝愿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阁有这个稳定福气，留咱的活命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和师伊。咱看到最近电视，咱看迄个美国美国的社会，牧师顶个有咧用一篇咧甲咱讲话，美国即摆即个社会拢无上帝，叫牧者啦，叫拢退出校军队，这递到美国的社会变啊失去上帝掌管。你看最近你看一个小朋友20岁，昨昏迄个事件死20几个人，你就知影这是真严重的代志。拢知影讲无上帝，离开上帝，所以伫遐深一直上规时咧伫遐咧思考，因为咱知影。当时美国的社会是，无论伫学校，无论伫军队，无论伫啥物，拢有牧者，拢是因后来慢慢，伫这个新的时代了，从这拢甲赶出校，赶出这个组成真侪军队。当然，迄内底毋是干那一个重要紧，总是咱咧救较伊背后的因素。所以你要看迄个妈妈，你想看觅，甲一个囡仔饲啊遐大。结果伊实在是，迄会使讲亲像迄个刀咧割共款，刀咧割共款。不过讲倒转来，就咱头先，咱伫即个圣经内底，也是咱头先咧交托的中间讲啦，上帝的念头换过咱的念头，不然咱袂当想象。因为我伫咧查经的中间，我嘛甲咱的同工。伫遐咧分享，为什么咱的牧师娘，咱的苦牧师娘，伊嘛做着，即马伫咧即个嘉义基督教毕业即个安养院，苦牧师离开，牧师如果做过安尼，你会想讲做上帝的工要创啥？做上帝的工为什么伊拄着遮尔大的一个问题困难？所以我咧分享讲。你互你的囝去做牧师，伫遐牧师伫遐咧分享，我讲起着咱的教会过去，咱的苦牧师甲牧师所做的，所以望咱就讲替牧师留伫遐来祈祷。最近牧师特别最近牧师伫咧即个周报的中间，周报顶面我。对这个教会公布有真个文章啦特别咱遮教会公布伫遐一篇，我感觉看了我真有意思的一篇去互我看到啦我也感觉这篇足要紧讲这个顶礼拜2礼拜前新世纪运动所以新世纪运动我有讲我有看伫咧周报，你也看这个咱周报第49期。49期，到即个50，到今仔日所看的，即个新世纪运动，佮称作世界通灵交鬼运动。所以咱就要认识，牧师咧看这篇的目的是啥物？我有讲，我伫咧进前我有讲，你就要分辨伫这个世代，咱做上帝囝儿，你家己就要会晓分辨是非好歹，要安怎去做。你这个分辨足要紧，足要紧。所以新世纪运动有2篇啦49期甲这个顶礼拜50期。这礼拜牧师要开一篇假干净。这假干净，这个人是一个残障的人，伊伫遮，咱看这篇，咱看周报啦咱摕今日的周报，你摕今日的周报起来看后壁。这边叫做假干净，伫咧特别你看第2段，咱教会对传统行现代转型，但是伫这转型的中间，教会每一个学生拢真活泼参与啦，伊讲伊愈对真理愈密愈深的时候，有一寡问题感觉足好，教会一直咧模仿其他的教会做法，教会咧模仿其他的教会做法。所以教会牧者交代，也要学习这教会方法。
师来讲，你是毋是对？牧师来提醒你要倒转来圣经，通家己发明，你一定要倒转来圣经。啊，比如伊讲啦，讲要安怎看要安怎互人数增加，吸引来信福音，信福音，所以因就小组伫遐自救训练。啊，伊嘛感谢教会牧者的带领，只是开始怀疑。为什么要鼓励你？我牧师看这篇的中间第2段、第3、第4段，伊开始怀疑为什么鼓励兄弟姊妹去韩国参加聚会，去基督山去受更较大的圣神的洗。伊拢爱讲圣神的洗，啊，这会互伊感觉真困扰，因为伊是一个身心障碍者，伊行动无方便。所以当教会忙，咱拢会当去，但是伊无法度逐摆拢去，伊也无法度去。但是伊厝里人也无信主，哦，啊，伊伫遐开始咧受，哦，伊听到牧者咧讲伊韩国、新加坡转型的成功，啊，伊参加训练，啊，伊变做小组的一员，吼，啊，伊怀疑家己是毋是一个失败的组长，哦，虽然牧者咧甲伊讲爱有信心，毋通互撒旦欺骗，其实。伊上界艰苦的是讲，伊为着要吸引人，伊为着要吸引做小组的组长，为着要吸引人，最后一段啦，常常为着上帝安那做假见证，讲伊常常甲，毋是伊的经历，讲做伊的经历，谎言是咱的教会上界常常爱教的事项，谎言啦，哦，谎言，讲因教会常常爱教的事项叫做。全能侍奉，关联哦，全能哦，我若看到这句全能哦，我会记来咱教会，我较早周报，我来看到这句全能，牧师爱甲你讲，这个全能不是咱，不是咱。哦，咱门教会啊，我牧师来讲，你看圣经目的要做什么？不是要互你变做正呢？你看圣经的目的是要创啥？就是认捌你家己甲。认捌上帝，安尼尔，安尼尔，你茫变做属灵的骄傲，牧师来甲伊提起。到尾啊，你都足自高骄傲，你上帝啊，大人拢无灵，敢若你上帝。牧师要甲伊讲，这种的观念，这种的教导是对的。哦，牧师要一直咧一再咧甲伊提起，伊这个末世时代，所以后来伊伫遐受教育要讲方言。啊，牧师来到地，我就常甲恁讲过。方言伫个圣经内底教导伫什么所在？哎，知影人举手，中就免讲，知影人举手。圣经咧讲方言伫记载是什么所在？神托经上，知道行传。哥林多什么所在？前书10几章。哎，知影人举手，甲我讲者。对。我牧师要甲你讲，茫发表，茫家己发表。啊，你听人甲你讲，你就爱想，你讲的物件是对倒的来。牧师来甲你讲，你就爱注意，爱细腻。你茫家己发表，啊，你爱圣经，你圣经内底就爱足清楚甲你讲，伫个哥林多前书10几章，牧师来甲你提醒，你拢袂记的。13章是咧讲啥？你若爱参加人个。两个人咧结婚，你拢会看到《哥林多前书》13章，无？大家拢《哥林多前书》13章，隔壁迄章就是咧讲方言。OK， 咱大家还为《哥林多前书》来。我有当时哦，无亲身大家，咱查经也无来参加，有当啊圣经也无咧看吼。有当你忝过，我忝啊袂记的。甲你讲，你嘛讲啊袂记的。《哥林多前书》13章咧讲听有无？隔壁迄章14章。就是咧专门咧讲方言，咧甲你教导方言。其实保罗先生几啊千年前就甲你讲，有真侪人毋知影啦，教到后来才变咗讲好安尼，若做伙就要讲方言，逐个做伙就要讲方言。哥林多前书14章，牧师甲你讲来，恁看哥林多前书14章。通常牧师定咧讲，你来细腻，毋通断章啦。哦，有真侪人足爱讲方言，伊拢甲你讲啥？哥林多前书14章第5节，保罗先生安尼我甲你讲，我愿意恁拢讲方言。
啊，敢若即节啦，啊后壁伊歹看，我就直接甲你讲，我愿意恁拢讲方言，你注意看哦。啊，伊即节，伊就甲你，伊即摆来咧讲方言的教会，你注意看，即节摕即节，啊后壁段伊歹讲。 有无？保罗先生讲，我爱恁拢讲方言，所以大家拢爱讲方言。啊，咱全教会拢来讲方言，毋是安尼啦。哎，搁看后壁，即句话后壁啥？搁较愿意恁安那做先知讲道，因为讲方言的若无反出来，互教会被造就，那咧做先知讲道就比较强，有无？有无？所以你万袂记哩。 圣经上帝话咧，甲你讲啥物？哎，来12节，恁也安尼，就是较无上帝的文书，就爱求啊造就教会文书，毋是你教会。好来，咱搁挑去看哦。我讲你长去哦，14章小我甲看者。我讲你14章看了，你就知影讲圣经咧讲方言是咧讲啥物，莫家己乌白纸。 莫家己学别讲，我你转述，然后你转述，你拜托你，像我倒来看圣经者，哦，你安怎讲？你是根据啥来讲？你讲牧师若咧甲你讲，就讲圣经什么所在你讲什么，安尼才对。你袂使讲，啊，你就爱保罗讲，你就爱讲一方言后壁迄句话，莫甲你讲，毋是安尼。哦，所以你看来，你看这个第14章讲卷第19节。 19节安怎讲？但是伫教会中有无？什么叫教会中？就是咱的教会嘛，咱咧聚会中间嘛，有无？有无？伫咱的教会啊，伊无甲你讲伫咱中间的，伊是甲你讲伫教会中间，宁可用五成讲5句教导人的话，较强啊啦，讲万句的啦，方言啊，兄弟姊妹。 比你讲万句的方言较好啊！啊，你只爱讲方言嘛袂要紧。我顺便甲你讲，方言毋是你讲爱就爱，啊嘛未训练过来。我袂晓的，我甲你讲，毋是训练过来，毋是会当训练的。training 毋是会当训练，像咱咧训练，你咧做啥物讲讲我，迄是一个温数。上帝讲我要互什么人就互什么人，毋是你。过来。 你要讲方言会使，你讲牧师甲你讲啦，你注意看后壁，遮咧讲伊讲你若全教会做伙，你也25、23节有无？做伙的时阵，若拢讲方言，你注意看哦，全教会做伙，你去看所有教会啦，规个拢咧讲诶。做伙若是拢讲方言，兼且有诶嘛无通方言诶，还是无信诶人，你捌？感觉兼无讲恁是安啦，会起笑。 啊！即几啊千年前就甲你讲嘛，有无？所以有人去方言的教会，去互惊着，惊一个，哇！这恁教会就是安尼哦，毋是嘛？所以你着注意，你甲看23节、24节拢甲你讲，过来，牧师要甲你讲，你聚会中间哦，就讲你教会过来讲聚会，咱定爱聚会，你听落咱讲，足爱讲方言的，话人足爱讲方言，袂要紧，你看圣经安怎讲？来，你看26节，兄弟啊，这是安怎呢？ 来哦，恁聚会的时阵有无？有无？26节对不对？恁聚会时阵，逐人兼且有用诗歌，兼且有用假诗，兼且有启示，兼且有用方言，迄种翻出来的话，凡事拢着安啦，造就人。我是要甲你讲，你讲方言，你要讲啥？迄个目的是要做啥物？就是要造就人，毋是你家己足感觉你足安怎，然后无讲，牧师袂甲你讲哦。 你就是你要安怎？好像啊，成为啦，像人个无信人讲啦，拢得道成佛、成仙啦，毋是啦。牧师要讲，你就是人就是人。牧师要甲你讲，你要看有客有翻出来话，凡事拢得啊造就人。所以你要看有这种爱白教海，你注意看，我定拄着，就爱讲方言。侬牧师啊，你没有在讲方言。 我甲问讲，啊，你敢知影圣经咧讲方言？记载是啥所在？伊甲我应一句话讲，牧师我不知道。啊，无你是咧讲什么方言？圣经讲咧讲方言，讲记载是啥所在？伊讲伊唔知。所以牧师要甲你讲，不要那么无知啦。
哦，你不要像，像咱有当时咱做基督徒人就亲像安尼无知，啊人讲安尼拜你就拜，人讲甲你讲，你着爱家己晓分辨，过来继续看。27节安怎讲？直接甲你讲啊足清楚，若有讲方言的，我头前甲你讲智慧有里面聚会的时候有。接来你27节讲啊，智慧。你啊，我头前讲是讲，咱咧聚会中间，若有27节，若有讲方言的，爱安怎？两个人至少3个人，爱轮流讲，爱轮流讲。这个人讲了换迄个讲，轮流讲。轮流讲的中间，还佫安怎？爱一个人翻出来。你讲的时候爱翻出来。28节安怎讲？若无人翻。就在伫个会中啊啦，shut up！你要问讲 shut up， 你就要点点。但无人翻出来，就喺伫个会中啊啦，闭口，佢敢对家己甲上帝讲，安尼就是。弟兄们，你不要轻易听上帝会来你讲，啊，我唔知叫你教会边啊，我叫你教会在教啊边安尼，我唔知啊。啊！我咧读神学院，阮咧读神学院，阮就是对圣经来说，阮就是知影讲，这就是袂使安尼啊！阮若去真耶稣教会啦，还是行去迄视频有啊？啊，正这真耶稣教你去遐时，枪stop， 啊，大家都 stop。阮去视频的教会就是安尼，阮看到就是安尼啊！啊，迄圣经佫会当互你用枪的安尼。啊，开始，啊，好 ，stop， 啊，你圣神是互你咧控制，不是你咧圣灵变成你在 control 圣灵，不是圣灵咧甲你，啊，这不是感觉真奇怪？今日这篇加见者，无需要甲你讲，啊，我拄仔看，我嘛唔知影啦，去我看，啊，小人因为都对咱有利的，对咱兄弟姊妹有利的，你着要注意。你就要非常注意，伊才讲啊啦，伊讲啊啦，伊直接讲，大家做会前祈祷，每件拢会当开喙，有时用方言祈祷，有时讲我听到什么，我看到什么，但是其实我什么拢无看到，也无听到。我只要收，我是小组长，我袂当比别人搁较有温数啊！我袂当无比别人搁较有温数。伊讲啊啦，这个代志。这么应加准，用种伤感以前为什么没有要装成？无为什么要装作有？上帝无介意讲白惨，但是我竟然伫真侪人的面前公开讲白惨，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就是这篇这个人伊本身伊拄着伊的见证，啊，这是干一讲尔，一个咱伫教会现象内底一个某一个经一讲。因为忘袂去，牧师定爱甲你讲，你会记的，爱记得。圣经有伊圣经的背景，圣经前啊伊咧讲即句话，有伊圣经的当时的背景。哦，所以牧师会讲，你圣经内底讲，叫你袂使食货啦，袂使种迄，袂使爱是旧约的圣经的时代，新约的圣经耶稣来安怎？所以我牧师会讲，你看希伯来书一解安那完成，哇，一解救赎。耶稣一摆，伊伫伊个十字架顶牺牲，留伊个宝血啊，洗咱的罪。所以今日牧师会讲到，那这个咱若是兄弟姊妹忘袂记，你对圣经咧看，你若有啥物袂看无袂当明白，你会当来，哦，敲电话互我，啊，甲我讲拢袂要紧，啊，牧师会甲你讲，甲你教，教到圣经讲啦，无人甲你讲，你哪会当听着？无传。咱最近来查经，这罗马书有哦，罗马书最近查经第10章，伊遐讲着传福音的骹步，这是水，无传，无去讲，要哪个人知咧？啊，无甲你教到哦，像这个太监，当时的背景内底有一个太监，伊伫遐咧坐这个马车，上帝领着甲这个什么人讲，一个伊的罗卜讲，叫伊去滚落去，看伊咧看什么。啊，伊咧看讲，即个太监讲啊，讲无人甲我讲，我要哪会知？啊，伊就开始伫遐甲教导。
圣神的差遣，人去甲教导。伊讲无人甲我教，我要哪会知？要哪会当明白？敢是安尼？一定要有人甲你教导，你才会看，才会了解。圣经上帝你甲咱讲什么 ？OK， 啊，这是牧师哦，我感觉足要紧哦，无袂使，无甲你讲袂使。惊了我失去迄个责任，将来你啊，黑白沙黑白啊，去到上帝啊讲，啊拢迄种后牧师甲你教，啊就害啊，啊就害啊。我会讲我无甲你教呢，所以毋通袂记，你一定要，我讲你的观念，你的信仰观念一定要改变，哦，一定要改变。不管怎，咱拢一定要改变。咱每项人生是一个学习，咱拢伫这过程的中间咧学习，一定要互相也有一个改变。感谢上帝，今日啊，咱啊，佫看到迄个啊岳真子吼，伫咱中间庄月珍啊，吼，咱佫甲介绍，吼，咱拍鼓啊欢迎，多谢。啊，伊是我后来我知影，伊讲是迄个，我较早我华冈教的一个迄个裁盆子的查某囝，哦，原来是裁盆子的查某囝，我甲伊足珍惜啊，啊我就看我咧面色，我会记我捌伫华冈迄阵啊，我哦，恁可能。去恁家庭礼拜，讲你妈妈，我哦，有一个印象吼，但是无伊足久啊，我用要袂记哩，吼，才这个曾月珍啦吼，啊伊有足个见证，伊讲伊身躯安尼真侪所有拢斗迄个啦，斗迄个骨啦吼，肌骨安尼吼，啊伊会做负着迄个啊有足个见证，以后咱也有机会会当互伊。来做啊！伊安尼来安尼讲，足早就想要来咱教会啊！感谢主啊！吼，咱真正感谢主，嘛每一礼拜拢会当看到伊。吼，我永顺呀，啊，共款，咱若阁看到伊伫咱中间啦，吼，永顺呀，啊，我若伊安尼骹安尼受伤安尼久，爱观念爱改变。无师傅讲，茫想讲要阁做工啦。无师傅来讲，你就是想讲较紧来好奇有啊，啊好奇勇壮，咱才有法通阁做，对不对？上要紧的就是要安怎会好，啊，咱就追求祈祷上帝，啊，过来看有人熟悉，啊，像讲有啥较好的医师吼帮忙你，吼，啊，祈祷上帝医治，透过好的医师来帮忙你医治你，吼，因顺呀，伫咱中间，我算老朋友啊，吼，伊定伫咱的中间，啊，过来咱真欢喜，今日啊，这个啊，咱足欢喜看到这个啊，这位兄吼，伊带伊的。陈慧恩，吼，咱拍鼓啊，甲欢迎，坐伫边啊，吼。好，感谢啊，慧恩伊就是讲最近这头路，本来伊讲伫礼拜日，伊就最近无迄个爱遮有迄个时间伫咱的中间，吼。啊，咱足欢迎伊，啊，望每一礼拜吼，若是有缘啦，吼，也是真正有一个时间，互上帝，互你礼拜日拢休困，啊，会当甲爸爸做伙伫遮来敬拜上帝，吼。啊，过一边啊，拍鼓啊，欢迎啦，吼，吼。慧恩，吼。个牧师介绍无对，拢有啦吼，啊，去看拢是咱的老朋友吼，啊，愿上帝恩典平安定在咱三甲基地吼，咱同心三甲来祈祷，特别感谢你的恩典甲听到，我有这个福气来敬拜上帝，主啊，求你怜悯，赦免阮所犯着得罪你，主啊，求你会面甲阮三甲基地。你老母所讲甲听的，拢变为你的利益。我要开始大声，啊！你感谢祈祷，拢上过最后顺道名来求，阿门。咱今日看到牧师要讲的，啊，这个就是主来要成全都款。哦，啊，这题目哦，感觉真定啦吼。这题目啦吼，主来要成全都款。哦，这题目唔捌遐定的啦，啊，但是。讲到这个物件，就是讲像咱最近咧查经的中间有无？咱最近咧查经足趣味，你最近查经拢讲到保罗先生咧讲这个律法有无？义甲律法的物件到底是啥物？哦，啊，这是最基本的迄个，咱做一个基督徒从基本你爱去明白，爱去知。你做一个上帝囝哩，你基本爱去知，爱去知影，爱明白吼。所以咱今日啊，特别这个。圣经是伫马太第5章吼，17、19、20、23，我搁带咱读一遍吼，因为我知因农场可能伊迄合印的伊白话哩较无办啦吼，啊所以有有当时啊，你若读无好势吼，像我你到尾啊一句讲，决绝袂当入天国，讲会当入天国哇，啊这会当入去甲袂当入去差足济呢，吼，
OK， 咱这马太第5章17节，咱过来读一遍哦。无你拍算我来是要废无律法，还是先知？咱怎？伊则讲律法甲先知是咧讲什么？圣经咧讲律法甲先知是咧讲什么？啊？你知影？律法甲先知是指啥？叫做旧约。哦，早是无圣经啊。哦，所以咱圣经内底咧讲到律法甲先知，即个律法甲先知加起来就是你讲规本的旧约的圣经，叫做旧约。哦，我小弟我会讲哦，我来毋是要废无，是要应验啊。18节，因为我实在甲恁讲，哦，咱知影主要所定，伊我足爱讲实在啊，有无？我实在甲恁讲，就到天地废无律法的一点一画，也决断袂废无，决断袂废无啊！哦，就是上帝话啦，拢袂无去，哦，到拢总成，哦，到拢总成，哦，就是讲上帝话啦，要成，就是讲上帝话要实现出来，哦，伊讲什么就要实现出来，所以既然毁坏这个诫命字未写一条，说安尼假是人的，伫天国要称伊做字未写，哦，就是大字详细，独。既然行说假是人的，你有看，在圣经内底一句话足要紧，行哦，要去行，佮去假是人，伫天国要称伊最大。安尼，你话要咱来用较现代话语，即有另外2个层面啦吼，教导的牧者做牧者，第2个层面是咱传福音，有无？传福音，甲即个好嘢报互人知，假是人有，你家己去做，佮甲别人讲，有无吼？行。哦，所以伫天国要称伊最大，所以你啊，传福音无要紧。你有一个人带一个人来领洗礼，带一个人进入这个上帝国，哦，你的功劳上大，上帝要绝对要纪念你。所以毋通袂记，咱就会晓啊啦，带人来敬拜上帝，甲迄福音传互别人，传互人。所以讲，对恁家己的厝里啊开始。这是你的责任嘛，吼！做一个基督徒，你要有这个责任，对你家己的人，吼！所以，因为我甲恁讲，设使恁的义若无赢过经学书甲法利赛人的义，决断袂一当入天国。直接甲你讲啊，迄白话你讲决断袂当入去，你拢袂当入去。所以有真侪人吼，牧师定咧甲你提醒。我绝不是咧甲你提起，有无？你人若无亲像囡仔啦，嘛袂当入天国。啊，直接甲你讲，你的义若无赢过，这经学书甲法利赛人的义，因为经学书甲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对律法，是当时的朋友对律法足了解、足明白的人，总是因讲嘴讲，心肝内底啊，耶稣就伫个马太福音第23章还是伫个。也会指责这经学书甲法利赛有无吼？讲啊啦，恁干啊啦，敢若讲用一支喙咧讲，啊内底拢啊烂了了，啊拢关表面，啊所以你看有实际无？足实际啊！我是讲咱真正圣经内底讲啊足实际，所以你若义若无赢过这经学书甲法利赛人的义，但是并毋是讲经学书甲法利赛人大家拢歹啦，毋是拢歹，哦，但是伫当时普遍会讲，这经学书甲法利赛人，恁拢干啊？你干那要修律法，干那讲啊行这个，啊行干那安尼照安尼修这个，啊拢家己啊啦无爱做，甲叫别人去做，安尼嘛是唔对。所以干那会晓讲，啊无去行，啊决断袂当入天国。所以咱就要一遍看到上帝咯，你就要好好去反省。牧师无咧甲你讲，逐礼拜你晓敬拜上帝是属福的源头，啊你要做这对上帝了受属福。哦，啊，你也想看，咱都无讲啊！你讲你若有一摆若无来，你若无咧认真来敬拜上帝，啊，你将来哦，你会去天国的机会就减一届，啊，愈减愈来，到尾就拢袂当去。我今朝我无甲你安尼讲，牧师啊，你讲这圣经有记载？无啦，对不对？啊，无甲你讲，你
忙啊讲啊讲哦，我秘书来讲，我来下午来讲啊，我咧话要惊死，其实毋是安尼，你要倒转来看上帝要你讲什么，上帝会讲什么？恁若义若无赢过遮，吼，恁就觉得袂当，就是讲咱得爱比，跟老师快快一样啊，做人做事一方面学习主耶稣的宽心嘛，所以恁得爱学习主耶稣，亲像天父遐尼完全，有啊吼。伫马太福音枕头开始嘛是有讲有啊，伫迄内底，恁得爱学习，吼，啊，亲像天父遐尼完全。咱无可能完全 perfect， 但是咱得啊学习，哦学习，哦，所以我书今日甲咱讲，哦，最主要就是讲主来就是要宣传有关，哦，啊，这个广告敢若看到第二你就知影讲，哦，这种电广告的广告，哦，不要紧，好啊，来思考，吼，哎，我书袂记哦，今日咱啊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咱就安怎？欢喜快乐，因为咱是啊有信心啊。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唔通袂记。你是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唔通啊惊惊无着点。你一定啊，充满着气力啊，充满着人来看着你哦，吼，感觉足充满着唔茫啊，哦 ，OK， 咱大家来想啦吼。最后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伊将整个人类的历史带进了一个新的一个啊new century 一个新的纪元。哦，咱就是讲啦，抓伊的出世。当作人类的年代史的分水岭。哦，主耶稣的出世，你想看？咱看主耶稣，所以2012年来就是主耶稣对耶稣的出世有开始算，西元前4年，你减算4当做西元前4年，这历史拢有记载嘛，吼、啊，所以对伊出世，人类的年代分水，所以伫耶稣降生的以前，称作安主前叫做 Before Christ， 就 B.C. 啦，吼，咱定来讲 B.C. 啦，看到迄个。就是主前啦吼，啊主后吼就是很多 Domini 吼，这是迄个原文，但是伊的意思就是讲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就是 简称 A.D. 啦，哦就是主后，哦主后，哦所以咱会记的主前甲主后为了主后主前，哦 Before Christ 这主后啊甲主前吼。咱头先咱佫讲者 ，Before Christ 是主后，主前，哦 ，Before Christ 主前啦，这 Before 是以后，但是咱讲以前啦，哦，有当时哦，你若看迄有啊，看会可以，主前哦吼 ，B.C. 哦，啊主后就是啊 A.D. 咱来基本你若莫记受者 ，B.C. 就是主前，啊 A.D. 就是主后啦，哦 ，OK。那主要所谓降生，像是要将上帝甲人的关系带入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说降生的以前，就是讲上帝对人所讲的话，称做是安那旧约哇，旧约时代耶稣还未降生，所以我咧教导咱会讲旧约甲新约要安怎分？对，耶稣啊嘛，还未出世以前就是啥旧约，耶稣出世以后就是安那新约，这足简单的，所以。真正上帝对人所讲的称作旧约，就是抓犹太人最主的一个律法的时期。哇，这足基本的哈，足基本。以后上帝对人就是主后，就是耶稣降生到这个世界，所以咱当圣诞节要来到，主耶稣降生，上帝对人所讲的话称作是新约，是用抓教会最主的一个稳定的时期。主要说来到底真正是稳定的，那不主要说的降生，咱唔知要安怎？哦，人就是无完全，人就是有限，人绝对无可能靠家己安怎做好行好。我主要来你强调，哦，咱有当时咱看做者咧做好心做这牧师要来你讲，人绝对无可能靠家己行好。咱就讲啊，咱做足侪好代志，做做基督教的真理唔是安尼，足大的差别。啊，像我做一寡好心来，从来稳当当，就当安怎？唔是安尼，上帝咧看你，唔是看你做，上帝最主要是讲你有信。啊，咱看，其实顶礼拜有两位，哦，主管甲嘉颖来说咧，牧师就讲过啊，圣经我咧甲你讲，讲你嘴安怎？
罗马书第10章，有啊。罗马书就咱讲，你喙若认耶稣做主，心内信上帝，叫伊脱对死过活，就要安怎得救。啊，第10节，这是伫个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讲啊啦，这是阮咧查经最近咧查经，因为人心内啊啦相信，就会当称义，喙承认，喙承认就会当得救，真简单，这也足简单。确实有影，你免开胃摕钱来买，你嘛免开胃摕钱，就会当得救呢。啊，上帝甲你讲，意思甲你讲，你毋是啊啦啊，你讲上帝话是毋是真理？啊那安尼，我较有钱，我著做足侪好心，做足侪好，啊无好嘢人伊要怎做好心嘛？啊，你要用钱去做好心嘛？啊，我问你，最近嘛有一个，我会记有看电视啊，甲迄个啥？郝龙斌市长有无？甲伊翕做伙翕相啊，有啊有啊有啊！啊后来讲，知影伊是啥大骗子啊！有啊，经上一台迄个啥，迄车有，哦，迄大家饲迄个什物救护有啊，什物救啊？结果讲这人是大骗子啊！啊有啊，伊有钱嘛？伊讲我，伊先甲你买一台车送你，然后后壁甲你骗几亿万的，啊一台车几百万嘛吼，百几万。啊后壁甲你骗几千万的，几亿万的 ，OK。人要做好代志，圣经甲你讲，你毋免开真侪钱，要做啥，所以有无上帝话，几啊千年就甲你讲啦，讲你干哪啦，心内相信，嘴安那承认耶稣啦对死过活，伊是我的救主，你就安那得救啦。你这个足趣味哦，你感觉爱足简单的啊，啊，即嘛真简单，但是。一个人要来接受，较简单，就是无简单。要来接受的人就无简单。你传福音啊，传我个啊，啊讲啊嘴安尼用免，啊佮伊讲啊，招伊安怎啊，啊叫伊嘛是，啊遮简单伊嘛无爱啊，有无？有无？甲你讲，啊你心内相信，啊嘴着承认，心内相信，啊你就要得救啊，得救。所以来讲。咱甲其他宗教无相咧，你讲得救生命的，毋是咧讲道理，毋是干那咧讲道理、听道理，毋是干那咧讲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哪点？啊，做人做事的道理，咱对细汉读啊大，读几大堆，读足济啊，敢毋是？有无？中国的书、论语啊、四书五经啊，敢毋是？毋是，讲到生命的，含袂起。哦，啊，所以，这个。上帝让我称作信仰，就是教会最主的稳定的，而且讲教会最一个主的一个最主体一个稳定的时期。主耶稣来到这，讲做一个白白互咱的，有无？耶稣白白互咱，上帝赐伊独生囝啦，白白赐咱，所以咱接受，哇，这是一个大福气哦。所以主耶稣的降生不但。两个时期，伊表示两个时期的一个分野，同时伊的生命也叫做两个时期的一个连结。因为啦，伊来，所以旧约对人的要求要得到满足。哦，旧约拢一款规定，一款律例度啊，有无吼？啊，所以来讲，你毋免去接受这迄种药。哦，你只要叫我甲你教，所以咱在听主要所甲你教导安怎教，你就安怎去做。哦，啊，并毋是讲拢无这律法嘛，毋是讲无效呢。所以头先牧师讲地方啊，主来要成全啊，律法，毋是讲律法啊，耶稣来，这律法拢摕掉，毋是，是要成全，更较成全，更较会当完全。所以要注意看咱注意个，对人的要求你着看，所以信仰会当建立。所以律法甲先知原来是犹太人对旧约的称呼。哦，头先牧师讲有无？律法甲先知。犹太人的旧约的情况，所以咱来讲旧约就是咧指律法甲先知啊。哦啊，主耶稣我来讲，人想讲我来要废掉律法甲先知，我来毋是要废掉，是要安怎成全？对着咱所读的圣经，主耶稣要安怎成全律法？这咱来想，伊伫咧生活中尽律法上，才会记。哦，咱才有。主要说，伊降生伫一个虔诚的家庭，有无？
一个真虔诚的家庭，玛利亚照律法的要求，你若看行为路加第2章22到24节，就是讲照摩西律法，伊满了迄个洁净的日子，因带着囡仔上耶路撒冷，要将伊献予主。佫伫即个律法中规定足侪物件咱后壁看真亲像主的律法上所记的讲既然头生的囡仔要称做圣，要归予主，佮要照主的律法所讲的，用一对的这个邦甲，用2只子仔的这个2只迄个粉椒子仔来献祭。你看，因为有一个规定规律的，有无？献祭咧献什么？所以无书咧讲，咱教会到现代，耶稣来一遍完成，咱就免搁安怎献东献西。咱顶日感恩节有无书出来跪伫上帝面前，咱主耶稣就是为着咱一遍。搁伫迄42节讲啦，这是因当时的律法的内底所记载。耶稣拢伫当时照当时就是照这个规矩安尼去做。所以41节讲每年到搬过节，伊的父母就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圣殿。伊大汉了后，主要说家己的生活，伊也见证了伊对上帝话语的敬重甲顺服。就为咱为着做咱的模样，伊虽然拢无罪，伊无需要受到下罪的洗礼，有无？伊不需要个，伊是无罪主要说，但是伊来到行洗礼约翰的面前要受洗时，你有看马太第3章15节讲啦，有无？伊要甲约翰受洗，约翰讲毋当，我毋甲你看话都不会。不过耶稣讲啦，你着爱尽诸般的义，尽这礼仪律法所记载这礼仪，所以耶稣毋知来到讲，你嘛着爱照安尼来做。要紧，你着照安，我着照你安尼来做。所以无数人来甲这洗礼的人讲，耶稣都有洗礼你毋免。耶稣人伊耶稣本身人伊就讲，你着爱照安尼，何况咱呢？咱嘛是就是照安尼行，安尼来做。所以，这是利马太第3章15节。你若无数伫遐圣明在，你小可显一个拢袂要紧上时教导伊的门徒爱付税。你看17章27节有无？马太17章有人讲你交税爱交税。咁惊你若无交伊会找你麻烦你嘛真麻烦。所以耶稣叫学生去拍鱼鱼内底就加迄咱看见可能神话故事安尼其实耶稣最主要意义讲，咱嘛是爱纳税，咱毋是犹太人，咱毋是犹太人，咱讲咱毋是犹太人，咱毋是生活伫当时的背景犹太人，咱无必要受犹太民族所特有的一个节期，还是讲这礼仪这落，但是照着主要说伫律法上伊咧遵守当时因所规定的这律法上这主办的义，因所规定的这爱行的这律法规定的这，耶稣照安尼行的，因的父母嘛是照安尼行，咱应该对学习对上帝完全的顺服，因为当时旧约的时代，不用通过先知所颁布所讲，叫人家安尼行安尼做，就照安尼律例安尼去做。所以底下我咱学习讲，咱得爱对耶稣还是对上帝迄个完全的顺服，对上帝完全顺服是啥物？上帝透过牧者咧甲你讲话，你得爱安怎，你得爱顺服你得爱谦卑，爱顺服啦，反过来讲甘有影第二，主要所伊的死满足律法的要求，这点更加重大，伊的死满足律法的要求。另外，以弗所书第9章22节讲按照律法，既然米差不多拢是用火来洁净，若无流血，罪就袂当赦免。你注意看《希伯来书》第9章22节，你若看到这个《希伯来书》原来流血，所以你也知影早时若犯罪，犹太人若犯罪，拢来抬价抬有无？甲迄血摳伫这个祭坛顶面。
哦，啊，安怎咧杀迄嗅迄个火，啊，迄个火代表一种清气，哦，代替，有种代替你甲这个罪啊啦下掉，迄种的意思。咱知影，所以密，几啊千年前上帝就讲，教就律法，哦，所谓密差不多拢是用火来结晶，若无老火，罪就袂当下面，所以有种代替。哦，啊，所以主要说，因为家己无罪性命，食罪咱的罪会缩减。啊，互有罪咱，因为伊会死，咱的罪啊，就是下面，咱通会当进入迄个永远活的一个生命。啊，这足要紧，哦，这是咱基本的教育。哦，我说你讲的，你就会晓去领受，这是咱基本的教育，透过主要所基督保护。哦，所以圣经定有讲。伊会保卫掠砍咱的罪，对不对？哦，所以对马太第2章第13节、26节、26章39节、53节到54节，咱对这马太所记载，主要所伫囡仔时代时阵，哇，迄阵啊伊逃，哦，迄个上帝叫伊啊逃走无，出来急啊，有啊吼，啊上帝保守伊，对不对？免受希律王的杀害。哦，啊，听到时满，哦，你若讲26章39节、53节、54，时已经满了。本来耶稣讲啦，啊，上帝啊，你敢袂当将这个杯啊摕去啊袂？啊，你敢袂当甲这个杯摕去？啊，若无你敢袂当，你敢袂当找天军天将来甲我安怎保护我就好啊？啊，你莫互我受伤害就好啊，有无？这是咧。马太福音第26章39节、53节到54节，底下所记载就是咧，对啊牧师咧讲的这。啊，听后伊时满足了，所以最后说到尾第12节顶，就是讲食啦，有无？头顶讲食伊个，哦，原文讲，哦，就哦，请主要说来接，请上帝来接受伊的灵魂，有无？将我的灵魂啊交伫伊的手，所以。满足，伊甘心情愿伫12节顶为咱来死。哦，你看圣经的记载，本来伊会当啊啦，讲啊啦，啊，你若看会当将即个杯摕去，啊，无就摕天兵天将甲保护咱就好啊，啊，毋着拢免做。伊讲啊，也要应验，为着要应验，啊，若无就袂当应验。哦，旧约的先知所写，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啊，因为律法得到满足，咱才会当享受上。稳定，所以退缩赎罪。哦，迄个旧约时代是大家要代替罪，但是新约时代耶稣来到的啊，完成这一笔完成，你免搁一直抬，你就免搁一直咧抬。那无牧师咧讲，我今日鸡啊鸟抬了了，安怎讲？咱定嘛，咱定不是咧得罪上帝，啊定不是咧犯罪无，啊一竿竿拢抬鸡抬啊！这就不得了，吼！所以蛮袂记，所以咱就会当了解讲，上主要所来，以满足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得到满足，所以一遍完成。你看希伯来书啦吼，牧师咧讲这个，你搁看希伯来书咧讲，耶稣安怎退缩、救赎，迄种的一遍完成，所谓救赎，啊，所以咱会当享受上帝这个稳定，哦 ，OK， 第三。伊教导，伊的教导，互咱了解，并且画出律法的一个精义、精义的所在。哦，耶稣安怎教导？耶稣伫个马太第5章21节、27节、30节记载啦，律法啦，伊伫遐讲啦，毋准咱杀人，毋准咱行奸淫，啊啦，背逆啦，背逆啦，背叛你的，你甲上帝讲的，你西约讲的，袂使背。哦，背叛，主要说进一步咧指出讲啊，爱真正满足律法理据上的要求，你不需要啦，画出律法的啥正义？什么叫做律法的正义？伊是圣经内底嘛有讲律法的正义，伊的精髓正义，就是安啦，就叫你什么？提掉安啦仇恨、奸淫的心，啊讲诚实的话，哇！而且那个提掉仇恨。哦，伊教导你，你要安怎去提掉错误，你就袂使骂，哦，啊袂使讲迄个无好的话，
教你提条粗的万分啊，甘愿的心，直接讲心嘛，直接讲就啥？耶稣无咧讲一个回，陈队说讲啊，耶稣来到就是要成全律法，互迄个律法更加哦下伫迄个正义内底。哦，咱要用你的头壳去思考，无思所咧讲哦，所以毋通袂记。主耶稣来代替即个妇人人的罪，哦啊，所以主耶稣甲即个妇人人有，可以啊啦，有自新的机会，所以伊对妇人人讲啊啦，去对当你问过啊啦，都犯罪，伊好有机会啊，伊毋是无迄机会呢。其实咱伫教会内底，咱常常嘛是安尼，有啊，咱有啊，咱对某个人，咱嘛定有机会，互你有机会，比如坐手都甲判死啊，啊，互你有机会，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来讲。上帝嘛，定定不是咧，互你有足侪机会，你敢知影？上帝互你足侪机会，伫咱的人生的中，伫咱的生活中，伫咱的会友甲会友的中间，你注意啊，有足侪别的机会，上帝互咱，上帝遮尔听咱，主要说遮尔听咱，伊无讲咱安怎咱就一届安怎咱就安怎，叫上帝甲咱抬掉，对不对？毋是安尼啊，所以。主耶稣讲啦，所以主耶稣说带来恩典，无改变上帝迄个公义的属性，毋是上帝无心魔哦，是上帝有一个机会，叫伊毋通过犯罪。所以，伫教会咧处理有关是非的问题，咱也必须要啊啦，食做世界的光，咱袂当啊啦，对啊甲毋对拢啊啦，袂当分，啊互上帝名啦受奖。安怎讲？一个餐馆的老板。啊，伊就爱跋筊，啊跋到尾输了，啊输了店倒去啊嘛，当时伫个时阵伊信主，啊伊信主了后，哦，有一天即个伊欠人钱的人来到教会咧，甲伊吞，哦，要甲伊要债就对了。哇！这教会长老出面甲讲，啊主要说已经赦免伊的罪啊，啊你毋免搁再来甲伊讨债啊，你毋免过去你欠伊的拢毋免了，安尼兄弟姊妹安尼对毋对？对，哦，因为这是不对的，一个观念思考，是新头上来讲，这是不对。安怎讲？下面欠债人甲免除债务是债主的权利，毋是教会的权利，毋是教会的权利。所以教会伫这时阵就小心做一个审判的一个角色。哦，咱毋通袂记，爱足细哩，因为主要说对审判者的要求是爱凭公义甲正直来做判断。公义甲正直，咱哪伫我定不是爱举一个圣经讲啊啦，讲将来伫上帝国啊啦，将来伫上帝国啊啦，伫上帝国主啊啦，公义、和平，甲伫圣神中的啊啦，喜乐，毋是啉食哦，好无？我定爱记这个圣经，毋是啉食。哦，比如讲啊，你食迄，啊，你通食这，毋通食这呢？咱要比较这食无食啊，将来会当去，毋是你有食就袂当入天国，啊，毋是讲你无食嘛袂当入天国。上帝讲啦，将来伫天国，毋是在伫安啦，啉食是在伫安啦。头一句就甲你讲啦，公义、和平，甲伫圣神中的啊，喜乐。啊，所以无师傅定爱讲，你逐礼拜来喜乐啊，哦。无安足有罪啦，所以毋通袂记的，公义、和平，想到上帝不是咧讲公义，啊，定讲伊是公义，所以有当时你看到无好的无，毋通，你原来爱有一种公义的心，袂使无，啊无你的心哪死去啊？有无？你有感觉无？你正义伫啥物所在？啊，你看到人咧，像最近电视咧报道讲一个人啊，摔倒安尼，护士顶咧嘛有讲过有无？人伊领钱啊，领一个卡出一个摔倒，竟然有足侪人行过边仔全行过，拢也无咧插伊，你敢知影？哦，这个社会遮尔冷漠，啊，甚至有人安怎？啊，你拢无，拢点拢迄种叫袂记公义，啊无，咱讲实在，无数人咧讲，去互欺负，永远去互欺负，无钱无势人永远去互欺负，啊，你拢不在意，安尼嘛不对，啊，所以你茫袂记，一定要有公义啊，吼。将来上帝要照公义来审判啦，啊，袂茫袂记吼。以赛亚11章第4节讲啊啦，
爱要用公义审判颂扬人，用正直审判世间的强美啊，用喙中的怪，极大，这个世界用喙内的气，这个歹人，这咱来用心灵去意会。哦，这以后牧师若有机会，当去讲到这上帝赦免咱的罪，是伫咱将欠人的、欺骗人的财务甲付清了后，你看利未记第6章第50到第70甲马太第5章23到24节，有无利未记安怎写？就是讲你欠人的，你爱付我清，付我了，行人爱行人路罪，付我了。马太第5章23到24节，你讲什么？啊？马仔，第5章23到24节，你讲什么？你若无拄好，你爱先解和好了后，你才去好敬拜。所以你就爱相信讲讹诈别人的财物先付我清了后，利未记第6章第50到第70，牧师有一直面顶啦，有拍伫面顶中间，因为什么起了假嘅誓言，就爱行。另外爱加上5分之一，伫查出有罪日子，爱交分主，还要教育所定的计条，将迄个赎罪迄个精神哦，就是用伊早时牧师来讲话，伊拢要赎罪，拢爱用太牛啊，羊群的中间太羊吼，一只无下属的哦，拢无残疾的哦，拢站在迄个公绵羊看到上帝面前，这是诚做赎罪退赎啦。因为当时的规定是安尼用这是要伫咧耶和华面前为着伊赎罪，所以无论什么代志，互伊有这个罪，无论什么款的代志，互伊有这个罪，拢要得到赦免。伊就安尼要得到赦免，拢行伊嘛，欠伊的什么，拢清了，安尼着。马太伫遮嘛讲，头先牧师讲，你伫咧这段献礼物的时阵，你若想起兄弟往你拜完，你将礼物留伫单前，来先去甲你的兄弟，然后再过来献礼物。关系用好势，然后再过来，安尼才会当得到上帝接纳。所以以上圣经所讲的是一个真正悔改认罪，对心中愿意有的行动。为啊撒该，咱常讲为啊撒该就是一个真明显的地，对不对？撒该啊，所以对一个安尼的人，最后怎安怎讲？讲今仔日迄个救恩就要到你的家。这5到19章第9节所记载，所以。但是教会，咱咧处理这个代志，这个过程的中间，因为所谓的听心，当咱常常讲教会听心嘛，咱用听心，牧师无讲，听心有当会害死人，违反真理的时阵，就上帝名就受辱啊，有无？你若违反真理，上帝名就受辱。你看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2节安怎讲？你若违反真理。上帝嘛就受辱哥林多前书，头先牧师讲，哥林多前书第5章，来咱看哥林多前书第5章，安怎讲？哥林多前书第5章，你看卖，上帝名受辱都袂使。我伫恁中间，听讲伫恁中间有迄个淫乱代志，安尼一个淫乱，外别人中也无啦。咱伫教会中间有，牧师有当有当时咱对着教会，我讲含无信的人嘛，毋敢来咱教会安怎呢？有足侪无信的，有当较特殊的，含外邦人，伊嘛毋敢伫教会，你看，何况是咱家己的人，佫敢毋敢？应该是安尼，毋敢伫教会中间做啥物。所以若是有人收伊的，迄个继母就是淫乱的中间，伊去嫁出来中间，佫带佫收留伊，恁也是自高自大。第2节，并无伫遐咧感觉足悲痛就对了。咱
从行这个代志对你中间啊，甲赶出去，你若是无安尼做就，会互上帝名啦受辱。人哋讲啊，恁教会就拢安尼，有无？迄个意思是安尼啦。啊，讲啊，恁教会就是拢用阮安尼，用阮遮个无好个代志，无拢存在伫咱个教会中间。那咧，咱个教会安那，互上帝名啦受辱个意思。我有了解。当一个袂当彰显上帝真理个教会，就亲像失去样，失去味个样，对不对？袂当互上帝安那，甲你用啊，有无？盐无？啊，失去味就安那，迄伫外口。啊，所以当咱咧庆祝救主耶稣降世的时候，咱更较爱啊，深深来想，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咱忘袂记，耶稣来是要成全。所以主耶稣伫伊生命中间，伊尽了律法上这个义满足律法的要求，伊带咱进入迄个律法的正义。哦，主耶稣来，你注意看，我说咧讲。搁再小可讲者，律法的正义是啥物？你话主耶稣来，伊是毋是讲啊？你法律上咧规定安怎啊？就爱照毋是耶稣人讲拍破者，拍破者经过所法律人伊喏啊，恁讲叫别人要啊，家己一角度，一支枕头都无咧叮当，耶稣有甲指正安尼，对不对？所以耶稣毋是遐尼硬板遐尼迄种叫，耶稣带咱进入律法的正义，而且彰显上帝公义的属性，有无？留一遍，甲迄有人人啊，对待恁茫犯罪，耶稣毋是讲，甲拖去顶，甲拖去石头，甲钉无死的，耶稣毋是安尼，对不对？耶稣来到伫，佮甲讲啊讲，对待以后恁茫个犯罪，所以咱就是照耶稣会互咱的模样甲模式，咱伫教会咧处理代志，伫教会咧处理这件代志，咱就要照即个模式甲模样，主要所谓教示我来成全律法，彰显上帝公义种。所以，这是一个充满稳定、公义、甲真理的生命。但是，咱来到教会，人袂，咱就是咧学习，这是一个充满稳定、公义、甲真理的生命，也是咱做一个基督徒的咱所着爱安那追求的一个生命。人袂记，这个拢是咱来学习。咱过一遍当心上界的基督徒，有上帝。你来要成全律法，你要有迄个律法搁较焦逼，是吧？求你帮助阮，拍开阮的心门，互你会讲做阮的开了个帮，互阮明白你奥妙的真理甲维护，我会晓你学习主你的律例，最后说你教示我安怎行安怎做，我呢照你的教示去行，我无迄个早时遐来束缚的，因为你来完成。一遍来完成，所以你来是要成全这个律法，互这个律法更较焦逼，更较好势，是吧？我真正无完全，我伫这世界我真正无完全，阮也不是去看着别人，阮也不是干那拢讲着别人，就是阮家己是啥物，就叫你人民写俾我，我有故意犯着，我有不赔暗钱的过失，就你人民写俾我，是吧？我要行出你的律例，我要顺探你的旨意，我要学习谦卑伫主你的面前来学习这个律例，是吧？互你的名无地高受辱，求你帮助我，安尼感谢基督，拢上个最后所救命来求。